国暴政继续在东突厥斯坦进行镇压和种族灭绝。最近有消息称，包括安卡拉大学讲师埃尔根·艾麦提在内的22名海外人士被中国政府宣布为恐怖分子。中国当局表示，提供关于上述人员线索的人将获得举报奖金。国际人权团体海外学者呼吁中国政府立即终止对维吾尔学者执行死刑的计划。国际特赦组织说，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当局即将处决知名维吾尔学者塔西普拉提特伊拜。特伊拜是前新疆大学校长。2017年，他带领一群学生去国外参加会议时被强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国际特赦组织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份公开信中，强调停止对他执行死刑的计划，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根据一份新报告，唐纳德·特朗普曾将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提赫·西西称为最喜爱的独裁者。当时他等待与世界领导人的会面。《华尔街日报》的一份新报道中，详细说明的评论遭到了美国和埃及官员的沉默。他们聚集在法国的一家酒店参加今年的这期峰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大声说：“我最喜欢的独裁者在哪里？”联合国难民署批评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项新难民规定。美国最高法院11日认可联邦政府实行一项旨在取消中美洲非法移民申请难民身份的规定。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发言人马赫希奇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所有移民都有权申请庇护，并应向他们提供国际保护。阿尔及利亚人2月展开示威，造成执政20年的总统鲍特弗利卡于4月下台。然而，示威运动依然持续，抗议民众已连续第30个星期五走上街头。示威民众要求在举行任何大选前，关键政治人物必须下台，以及改革政治制度，且表示在现行架构下举行的任何选举只会维持原样，